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講經佬呢個 channel。成立呢個 channel 嘅目的呢，最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下啲波經同馬經。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幫到手，又或者中意賽馬、中意睇波嘅朋友呢，記得撳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啦，開啟隔離嗰個小鈴鐺啦，咁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啦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嚟氣味心得。嚟到12月嘅第2個星期，就係我哋一年一度馬壇嘅盛事國際賽周啊。首先喺12月嘅10號星期三，咁我哋就會有國際騎師錦標賽4場嘅賽事，12位嘅好手齊集喺快活谷，決一高下，睇下今年嘅國際騎師錦標賽嘅民主誰屬。而家去到14號星期日，喺沙田馬場4場國際一級賽，香港短途錦標、香港一哩錦標、香港杯、香港瓶，亦都會咧就係揭開序幕，睇下今年會係邊匹世界匹嘅馬匹可以獲得呢4項嘅殊榮。香港幾大馬王、嘉應高升、遨遊氣泡同埋浪漫勇士都會紛紛出動為港爭光啊！咁我哋首先就開始我哋今集嘅節目，今次嘅重點就係國際騎師錦標賽啊！嚟緊嘅賽事就會安排喺12月10號星期三喺跑馬地馬場上演9場嘅谷草野賽，今次係會跑 A 欄嘅。頭場賽事係一場5班1650米嘅賽事，開跑時間係傍晚6點30分。尾場賽事係一場2班1800米嘅賽事，開跑時間係晚上嘅10點55分。呢一日國際騎師錦標賽咧亦都會展開，4場嘅賽事分別安排喺第4場、第5場、第7場同埋第8場上演嘅。咁到時候今屆嘅國際騎師錦標賽嘅民主就會誰屬㗎啦。咁12位嚟自海外嘅健兒同埋世界級嘅好手，亦都會齊集挑戰呢一項一年一度嘅騎師方面嘅殊榮啊！喺節目開始之前，我哋首先同大家講下嚟緊星期三嘅賽制有少少改變嘅。練馬師王方面1至9場9場全部都會計算，但係相反騎師王就只會計算國際騎師錦標賽嗰4關，分別係第4場、第5場、第7場同埋第8場。呢4關邊位騎師攞得最多分數呢，就會決定全晚派彩㗎啦。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下。喺節目嘅上半部分，我哋首先從練馬師推介開始講起。嚟緊星期三出馬量最多嘅練馬師係方嘉柏啊！全馬出馬量有9匹，首先就有4匹係安排俾佢嘅好拍檔莫雷拉，而其中4關嘅國際騎師錦標賽有一匹馬就係超強60，亦都抽中咗莫雷拉嘅。剩低第2位嘅係希斯，出馬量有8匹，羅富全同埋韋達有7匹，毛偉傑、伍閒志、浩然同埋葉楚航呢都有6匹嘅。嚟緊嘅星期三推介俾大家嘅，戰意最高最鮮明嘅應該都係方嘉柏㗎啦。推介俾大家嘅今次要揀一啲有少少賠率㗎啦。首先就係第6場一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季內初出嘅富心星，呢匹馬就係揾到阿莫雷拉㗎啦。剩低嘅就係去到第9場同係同購嘅人心星，就會參戰第9場嘅2班1800米嘅賽事，呢一場佢就會揾到李寶利去策騎嘅。我哋首先從第6場4班1200米嘅賽事1號馬嘅富心星開始講起，騎師莫雷拉，練馬師係方嘉柏，抽到2檔孭135磅睇翻隻富心星，上季季尾咧喺場3班1000米嘅谷草賽事跑過第3之後咧，冇再出噶啦。今年咧季初都未出過，去到依家12月份咧先至要季內初出。睇翻隻馬個記錄咧就冇任何傷患記錄，練馬師應該叫貪慢版，俾隻馬叫慢慢去跑咧，叫做即係等隻馬去叫放輕鬆啦，又唔需要話吹高得太快。睇翻最近咧都試咗2課大閘，黃志宏10月中、11月中咧都幫佢試咗課大閘。啱啱最近嘅時候，黃志宏咧就幫佢試咗課從化1000米直路嘅一個大閘啦。當時咧隻馬咧一開始出閘嘅時候咧就留喺後面嘅。喺直路中段嘅時候，隻馬自己慢慢湧上去，到最尾其實個終點嘅時候，隻馬咧其實由第7位上到去第3、4位嘅。佢哋頭馬都係爭1個馬位，隻馬咧嘅狀態就叫做非常之唔錯啦。雖然你話得8成但係隻馬季內初出咧體能就非常之 fit 噶啦，而且咧就抽到個內檔一隻放頭馬揾埋莫雷拉咧，方嘉柏睇嚟呢一場咧
戰意都非常之高噶啦。咁啊，雖然呢一場咧就有少少叫做隱憂，就係驚嗰隻隔離嘅一檔嘅當家精彩啊，攝住個內欄頂住佢。但係如果你話計翻嘅當家精彩呢隻馬咧，其實上次嗰個文策騎之下咧，其實喺前面到最尾都係少少力弱嘅。咁今次千二米兩隻喺前面。咁啊，計埋其他馬唔係太多係放頭嘅馬咧，就算紅錢道有可能都係擺喺中間，知道穩勝亦都係擺喺中間嘅。咁所以剩低嘅馬又唔會話太多擺喺前面鬥燒嘅話咧，咁啊兩隻重磅馬喺前面慢慢走，轉入直路先至爆一段。咁啊，你話睇翻隻富心星嘅狀態係3班咧都夠用嘅話，落翻嚟4班配埋莫雷拉咧，咁啊呢一場其實個戰意都非常之十足噶啦。講完隻富心星之後，跟住落嚟就嚟到第9場啊，一場2班1800米嘅賽事，同主同扣嘅人心星7號馬，騎師李寶利，練馬師係方嘉柏，出到3檔孭124磅。咁啊，相比起頭先嗰隻富心星，預計呢隻人心星賠率上咧，到時應該冇富心星咁熱噶啦。咁啊，因為檔位上啦，騎師配搭同埋隻馬本身質素都係非常之好。講緊隻富心星，咁啊呢隻人心星，你話雖然呢個星味就冇咁重啦，同埋啲強組嚟嘅，咁但係你話計翻隻馬嘅實力上咧非常之高啊。咁啊呢隻馬今季跑過4場啊，咁啊入邊一 Q，咁啊一場跑第4啊，咁啊淨係得一場係前4不入嘅啫。咁啊，最近咧，咁啊，其實你話計翻純粹係谷草咧，咁啊嗰場咧，今季跑一場咧就跑過第2添。咁嗰場形勢同呢場咧就有啲似嘅，咁啊都係咧就叫做擺喺前面走。咁啊呢一場嗰場仲要係9檔添。咁啊呢一場咧其實咧個檔位再好啲，係3檔嘅。咁啊睇翻呢一組強手就非常之多噶啦。你話好似橫少起年勇咁嗰啲喺國際賽啊，或者當年情嗰啲，全部國際賽都出現過。咁但係人心星，你話今年咧，其實困過呢紮對手咧，其實喺1650米係困過嘅，又真係唔係驚佢哋㗎。咁嗰陣時佢係僅僅輸俾嗰隻後追馬嘅大浪淘田啫。但係佢喺佢後面嘅，好似太陽勇士啊、快路、建築威龍呢啲、星龍區呢啲，全部都係實力分子，但求開心都係嘅。咁所以你話呢隻馬計翻實力上咧，其實唔輸蝕。咁另外嘅形勢上咧，呢一場其實都幾利呢一隻馬嘅。嗱呢一組咁啊，雖然你話長途賽事啫，咁但係呢一組預計到時應該係慢步速。咁啊呢一場你話真係會擺喺前面走嘅，除咗隻人心星之外，就得翻隻非為僥倖啦。剩低嘅玩笑競速威龍大浪淘田當年情銀駿馬魯，咁啊彭才愛心球隊一定後追啦。喜年勇敢，其實你話隻馬一檔有機會擺喺前少少，但係布文就中意留後隻馬俾佢輕鬆跑嘅。咁啊，剩低嘅數字天文真係要睇佢出閘係點啦。試過課習留喺後面追，亦都試過課習放頭嘅。咁但係姑勿論點都好啦，人心星抽過3檔擺住喺前面。上次非為僥倖贏嘅時候咧，嗰隻馬都係咧前面慢步速，唔會同你鬥搶鬥燒㗎。咁所以預計到時呢兩隻馬擺喺前面咧，都應該係慢步速。咁啊，人心星挨住條內欄咧走，其實就真係非常之輕鬆。咁啊，計翻隻馬今年個水準咁高，咁啊上面都咁高，谷草嗰場咧都跑得好嘅。咁所以呢一場前置馬少嘅情況下咧，預計佢尤其是 A 欄啊轉入直路得翻200零米咧，喺前面頂下攬下，咁啊之前咧叫做用力少嘅話咧，有權攬到個前3翻嚟嘅。嚟到節目嘅下半部分，去到騎師方面嘅推介啊。今日嘅騎師王推介就只會聚焦喺嗰4場嘅賽事。4、5同埋第7、第8場嘅賽事啊，咁啊呢4場只會計分嘅啫。咁啊，首先你要睇翻呢幾位騎師啲手馬如何喎。咁啊，暫時嚟講咧，大家都公認有3位師傅手馬係唔錯嘅。咁啊，潘頓啦又抽中咗青春力量啦，非凡豪傑、嘉樂龍區凝聚美麗呢啲實力分子嚟嘅。咁啊，另外嘅布文啦，亦都有龍船快、精算奕然、銀亮奔騰同埋電源之區呢啲咧，都係實力分子。如果仲有一位嘅就係杜遠欣啦，因為杜遠欣咁啊手馬4隻入邊咁啊有3隻馬今年都贏過嘅，好似耀昌盛世、個富貴兄弟同埋飛龍在天。咁但係你話呢一場其實到時候咁多師傅喺度，有時候你都
有一啲你話啱形勢放頭嘅，咁你都要揾一啲係，如果你要補爆冷或者後追嘅，咁啊今次推介另一位騎師俾大家，咁佢就係何澤堯啊。其實何澤堯今日首馬咧都相當唔錯噶。咁啊，首先就好似啦，講下俾大家聽，第4場頭關啦，嗰隻精益大師呢隻放頭馬1000米抽到1檔咧，絕對大家值得留意啦。另外嘅仗義、勁沙塵啊，同埋手到齊來，今年咧真係全部都試過上名或者贏馬，咁所以佢首馬其實真係唔差情況下咧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位騎師。咁啊，頭先講嗰4隻馬入邊咧，首先我推介俾大家嘅就係第5場4班1650米賽事嘅仗義啊，剩低一匹嘅，咁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真係諗諗嘅，就係第7場3班1650米賽事嘅勁沙塵。我哋首先從第5場4班1650米賽事1號馬嘅仗義開始講起，騎師何澤堯練馬師係無偉傑，抽到4檔，孭135磅。咁我以一組4班嘅賽事嚟講，呢組絕對係強組啊！咁啊，你話仗義啱啱贏完，咁啊上場就後追跑過第7啦，99為尊3班連續上名近，咁啊落嚟4班咧絕對惡馬噶啦。剩低嘅咁啊3號雙影紅今年贏過啦，咁啊耀昌盛世升班上嚟啦，標之亮子爭金奪冠迎妙星掌聲先到先得，青春力量同埋長勝將軍全部今年啊都上過名，甚至乎唔止係1場啊，咁所以各自呢啲馬真係拆開嚟講咧，呢啲馬全部都係一啲係各自嘅熱門嚟嘅。你話就算係差少少啊，好似龍船快啊，今年都試過2場跑第4，咁所以呢一組絕對係惡馬林立嘅一組4班嚟㗎。咁我仗義揀佢嘅原因，咁啊首先就係因為呢一隻叫後追馬咧，呢一場形勢應該係啱佢嘅。計放頭嘅話，呢組咧放頭馬都算多，擺前面嘅有雙影紅啦，咁啊剩低嘅迎妙星會擺前嘅，先到先得上場擺前面走，龍船發亦都會擺前面，青春力量出閘快啲亦都係擺前，耀昌盛世亦都係會擺前走嘅馬嚟嘅。咁所以呢一組既然咁多擺前嘅馬咧，咁我覺得呢一組咧其實步出又有啲快。咁另外嘅仲唔講就係標之亮子擺前擺後都得。如果莫雷拉出閘快呢一隻分鐘又數埋上前面啊！咁既然係咁嘅情況下，守住4檔一個比較又遮掩又靈活嘅位，咁啊呢一隻仗義守住啲7、8位，其實轉入直路，比起啲後追馬早少少撻着咧，呢隻馬乘住個快步速咧係真係有機會嘅。你話睇翻雖然啊上場跑到第7，睇個排名上就非常之唔係算係太好噶啦，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個內容咧，非常之唔錯。咁啊首先咧上場咧，你話佢個成組馬分段時間，第一段咧28秒64，咁啊比起標準時間係慢0.64秒。第2段係24秒28，比標準時間咧就慢0.5秒左右。第3段咧就24秒42，其實比標準時間咧亦都係接近慢咗0.2秒啦。咁所以你話計翻咁啊0.64秒再加埋呢度0.4秒、0.5秒，咁啊呢度已經1秒，再加埋呢度0.2、0.3秒，其實係秒半。咁呢秒半嘅時間，一隻後追馬專入直路就要抽出去最大外檔，挨住條大外欄啤走完，衝上嚟由包尾衝到第7，同頭馬爭2個馬位咧嘅表現上，呢隻馬上場表現其實非常之好啊！上場基本上係對呢隻馬最不利嘅元素，全部都齊晒㗎啦。咁啊，一開始留後最重磅、最慢步速，轉入直路抽出去最大嘅外檔，咁啊衝上嚟都係輸2個馬位啫。今次形勢上好似有利翻佢咧，大家就唔需要話一定係落佢做膽嘅，做腳都 OK 㗎。因為呢一組頭先講過，基本上呢12隻馬全部今季即係你話嘅最少啊，都起碼入個電算機入個前4咧，冇一邊隻係特別冷㗎啦。咁但係熱門就應該會有嘅。咁啊，雙影紅莫雅方嘉柏內檔，仲有一隻放頭嘅馬，上次生勝完嚟，今次仲喺4班咧，呢隻到時都應該熱門啦。剩低嘅先到先得又唔方會懶得去邊啊，都應該 keep 住10倍左右啦。咁啊，青春力量換咗潘頓咧，又到時又係熱門分子嚟嘅。甚至乎啊，咁啊嗰隻耀昌盛世
繼續揾到咁啊，贏完之後，而家上到嚟揾阿杜遠欣，咁啊擺喺前面走嘅馬咧，杜遠欣咧今年嘅表現都真係相當唔錯。咁所以呢一組既然咁多叻馬嘅情況下，我都唔計埋嗰隻標誌量子揾到莫雷拉，到時候呢啲標係熱門咧，又會個電算機都唔方會有10倍開外嘅。咁所以呢一組嘅到時仗義應該係10零倍開外嘅馬。咁如果你話何澤堯又唔算話特別吸飛嘅，呢個組合又唔係有啲咩火花嘅，咁但係你話實際上呢隻仗義上次表現唔差嘅話咧，嘅狀態仲在線嘅，睇下你大家如果你話驚快步速揾啲後追馬咧，呢隻我覺得係算係其中一隻最性價比最高嘅。咁所以呢一場第5場啊，國際騎師錦標賽嘅第2關就推介呢隻1號嘅仗義俾大家。今集節目最後一場推介嚟到國際騎師錦標賽嘅第3關，第7場3班1650米賽事啊，就係嗰隻6號馬嘅勁沙層，咁啊初戰谷草嘅啫。騎師何澤堯，驗馬師係廖康明，收到8檔，孭127磅啊。咁啊呢組3班嘅賽事亦都係強手林立啦。咁但係我哋首先聚焦翻隻勁沙層身上啦。咁佢表現非常之好，應該係全組最好噶啦。4場賽事入邊，兩邊兩個第三，100% 上命率。最近2場咁啊上咗嚟跑1600嘛，咁啊都叫做證明到係上到名頂得住。咁啊其實對啲對手咧都唔弱嘅。咁啊你話最近呢幾場咧，咁啊佢喺前面過嘅美麗星辰啦，喺佢後面嘅幸運派彩不同世界、型號威風、火焰閃爍嘅話元朗精英、太太精神呢啲全部都係叻馬嚟嘅。咁啊呢一隻馬其實今季就算喺沙田田草呢一隻馬嘅賠率都係喺6-7倍左右。你話真係轉嚟谷草唔會話差過你哋嗰啲好多嘅啫。咁啊計翻呢一組啦，咁啊呢一隻勁沙層手掣中間位嘅8檔咧，又係今次推介俾大家嘅原因，都係因為呢一場多放頭馬，咁啊推介一隻手中間嘅。咁啊順住 number 講啦，智勇名區大家都知道喺前面大肚啊。咁啊非凡豪傑，咁啊隻馬放頭有試過，手中間後追都試過。潘頓5檔應該預期係手中間啦，銀亮奔騰就守住喺呢3、4位嘅，咁白龍後追，咁啊但係剩低嘅燕策群英放頭，富國兄弟放頭，大學生就放前面，另外嘅美麗邂逅一定要放，呢一度數埋都超過一半馬係擺喺啲1至4位。我都仲未講暴風之子呢啲都會守喺前面嘅，所以你話呢場後追嘅馬勇霸龍啊、爆笑啊一定掂，我真係睇唔出邊一隻後得佢勁沙層。勁沙層守住個8檔，咁啊隻馬咧要移出去咧，呢度就爆一段又有，隻馬就手前少少都得，咁多放頭馬真係唔方會。佢哋唔會鬥扯個步速啦，仲要係1650米咧，真係是但一段加速咗，啲馬湧咗上去咧，咁唔慢噶啦。咁所以呢一組咧，預期到時應該係會快步速至超快步速。揀後追馬嘅今年勁沙層喺田草對住啲強手，都仲可以100% 上命率，上嚟1600咧都冇問題嘅。咁我覺得呢一組咧，真係最大機會係呢一隻勁沙層啊。咁所以呢一場嘅何澤堯呢一隻咧，我覺得啊，即係上名嘅機會係非常之大，大家可以攞嚟做膽添。嚟到節目嘅尾聲，總結翻今集嘅節目內容啊。國際騎師錦標賽日咁啊，放假牌喜迎佢嘅好拍檔莫雷拉，咁啊即刻副添上陣，出9匹馬，其中4匹本身揾到莫雷拉，而且國際騎師錦標賽其中一關亦都抽中咗莫雷拉。另外佢嘅大係心星係亦都強陣出擊啊，咁所以睇下副心星呢隻上年係3班都可以跑得近嘅馬，到第4班仲要係啱佢放頭嘅 A 欄內檔，仲要揾到莫雷拉咧，呢啲真係搏殺之選啊！人心星今季咧都係谷組跑得近，喺前面頂住咧係頂得住個第2。今次全組好多都係後追馬情況下。放頭馬形勢實際上最好就係佢咧，咁啊大家如果到時候懶腳拖埋佢啦。國際騎師錦標賽暫時騎師嘅抽籤咧，潘頓、布文同埋杜遠欣好似暫時抽到嘅馬實力上係最好噶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留意下何澤堯啲馬都唔錯噶，正記大師咁啊俾佢抽中咗一檔啊，仲要係一場4班1000米 A 欄咧。雖然係放頭馬多，咁但係你起碼佔到最着數嗰個位先，咁啊起碼你就佔咗先機啦。
剩低嘅仗義咁啊，今季又贏過馬。上次喺全面不利形勢下後追大外檔啤酒員挨住條外欄咁樣衝上嚟，咁啊輸頭馬兩個馬位。咁今次形勢調翻轉咧，絕對可以拖埋咗冷腳啦。勁沙塵啦，呢一隻馬喺田草都可以100%上命率，嚟到谷草咁啊，今次仲有咁多超過一半嘅放頭馬，呢隻擺中間嘅馬真係直路嘅時候，趁住快步速湧上嚟咧，絕對係值得大家去留意。剩低嘅手到齊來，今年田草谷草嘅短途賽事都上到命。咁啊，呢一隻馬衰在就係愛蘭啫，但係如果到時候賠得夠冷嘅，都要值得拖埋嘅。今集嘅節目嚟到尾聲，之後會有賢仔爭飛過關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嘅支持，我哋講經佬支持我哋氣味心得。我哋下次節目再見啦！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